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台会，我是汪小 K。大家看到我哋下度冻酱嘅落物哦，了大要系云林四多前了解染品落界嘅落差吼。大家看到了解物做咧讲系非常安贴片哦，其实系有冲有合，安用三进世界那种百落克世界建筑哦。因为根本出面台会来到了大要为了冻铁嘅乡亲，还有公部门嘅代表、学者专家，向咧讨论哦，从安用嘅推翻落界世界文化发展，用到呢个客家文化做一招串联，做咧推广出去本行卡抖音地咯。因为咧下两批去到讨论嘅现场，开会了！大家咧下天天讲挑来到出面台会快会讨论嘅现场哦。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西螺镇延平老街里面的东市场，它是一个重要的心脏地带哦，很多文化发展脉络是跟着它而散布出去的、哦。两批为大家紹介基本嘅貼片裏邊，第一位你紹介看到係多用文教基金會嘅董事長何美惠何董事長你好，大家好。分享第二位裏邊呢紹介係你雲林染文化處嘅處長劉全之劉處長你好，大家好。分享处长，第三位来宾，你参加都雄狮哦，立法委员刘建国刘委员你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分享委员，汉卡提四位来宾紹介係，你雲林染改染藝染蕭澤武蕭議員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分享藝染，感謝哦，漢卡今邊現場也來動動嘅來賓哦，大家好。分享大家哦。我们讲到这个西螺，大家当然第一次直觉想到的就是壮观的这个远东第一长桥西螺大桥。除此之外呢，西螺还有很多宝。那我们讲到西螺，你从甲松都会想到是早恩哈哦，赵安客的一个发展的聚落缘起哦。现场我们看到我们。有客家乡亲在这边哈，是廖大哥。我们常常讲说西螺廖一半，就是说在西螺住的姓廖的客家乡亲就占了一半。所以廖大哥你好，谢谢你今天来到现场，我可以请你站起来跟你请教一些问题吗？那常常在我们听到说什么生廖死张，你现在生姓廖，死后要改姓张，这是什么典故啊？这个典故已经流传了400多年。哼，那主要也是说那个张元子公，入赘廖家，然后对廖家有恩，所以跟岳父谈条件，所以说能够死后能够回归本家姓，姓张。主要是这个原因，就表示一种不忘本，所以现在在云林，比如像西螺地区这边，招安客家人还维持这样子的很特别的一种传统哈。是的。好，先谢谢廖大哥。这个我们讲生廖死张这种特别的一个招安客家文化的一个特征哦。这个生的时候呢，姓廖，以光母族啊；死的时候姓张，以纯父姓啊。这种很特别的文化特质。当然，当做我们今天在西螺开讲的一个开场。不过呢，我们讲到西螺这个宝地啊，除了说是招安客家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之外呢，它也很特别，它是一个鱼米之乡。到底这个西螺小镇在大家的认知里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因为它就是靠近浊水溪旁，所以呢，它的水是浑浊的，但是充满着有机的养分，所以带来了非常富饶的物产哦。那当然看到说招安客家人、河洛跟平埔族都有。我们看到比较值得特别注意到的呢，是它的农地面积啊，这个小镇里面就占了74%，有很多在过去早期都是一瘠良田啊，那这好土好水种出来的这些农作物可是冠全台哦。那农作人口在这个镇里面呢，在09年的记录是1/3强。好，所以当时的现在的这个农耕人口还是很多的。一级良田种出来的一级产业有酱油，我们说的酱油之乡，有蔬菜，有米，这个是当时的日本天皇指定用米哦。所以可见这个西螺小镇哦，它的风采、它的风光都是跟着它的过去的农业历史时代是有相关的脉络的。光是讲不有趣，我们直接来看，透过样片对你先了解蔬菜。金条嘅芋头味係做條油青葱油嘅東西，雲林西螺條油當有名。現在油當好嘅水質，含少點老飯來做。西螺做條油已經做為800年咧。講緊當好嘅客做條油嘅有20人間，唔過條油嘅故鄉做出來嘅條油原料使有90%加係真口味。
也大家做出啲嘅，故所有业者做出啲嘅改变，安尼嘅做法。刚开始的时候试着契作的时候，它6、7年前契作的3公顷，但是契作的价格跟这个进口的价格差很多。在地的黑豆比较新鲜，进口的新鲜度不够，所以我愿意花费了多了3成以上的价格来代替黑豆。好的咖啡苦但会回甘，酱油好的酱油就是咸，但是袂死咸。味道会做出含较好嘅调油，种出含较占调嘅芋头味。故所就由老港中人带定来种自家嘅芋头味。一开始一定是很多人都是很不看好啊，因为他们都认为说你要卖给谁啊？跟一般的外面的价格差那么多。那我们一开始我们这里面的最高的是大概将近70岁、60几岁哈，那最年轻的也要40几啊。调油含做嚟做乜嘅呢？菜地子提总基面，上到要用一滴一滴嘅调油，讲出阿尼嘅故事。我从小妈妈就很会卤，非常会卤。妈妈也曾经做过这种卤味的小生意，所以说我觉得妈妈的传统手艺加上地方的特产去做结合，所以说我才把它导入整个生产线的生产，能够让它量化行销，台湾可以出口外销。用菜地调油捞出喷香嘅糯米，鸡叶、鸭叶调附近野豆，但请看就当上来食。如果说是要香气，是用黄豆；那如果说要耐卤、回甘，是要用黑豆。那我们选用的就是西螺酱油，它刚好就是用黑豆去纯酿的，所以这个效果用当成卤汁的卤底，效果会是最好的。目前来讲，我的卤味用量酱油大概1个月差不多在300公斤左右。西螺调油做出菜地好味时，总基面老门4点就开啲头摆千老年嘅西螺延平路嘅好，而讲出动感动人嘅菜地故事。前后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把它完全的把它修复好。那所以说，我们对这一栋房子有一个 slogan， 美食文化时间光廊。为什么叫做美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事食品业，那文化就是结合西螺老街的文化。时间光廊在这一个门牌号码有4个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跟建筑的素材。建拓出本蛋落落壳壳嘅老建筑来做店面，涨就涨嘅400万客家。出心爱伫菜地做，遇到各种嘅挑战，不过对故乡嘅情感，就像做调油用嘅，建造艺术旧嘅情并存。可能挑下个样片，仅仅动贴片的。我们讲到说西螺的3宝，哪3宝？酱油、米，还有黑豆。黑豆啊，这个黑金传奇啊，在这个在地是开花结果，这么长的历史，酝酿这么丰富的一个酱油业的历史故事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酱油产业做得好，那它的原料哪里来呢？可能讲了，相信朋友才会知道，其实我们99%的黑豆都是从外面进口的，本土产的很少哦。那光是我们全台湾1年的这个黑豆需求量是7000公吨，我们自己西螺的这个酱业产业需求量就是1000公吨，每年就要用掉1/7的量哦。那我们用了这么多的量，都是外国进口的，那我们自己本土产的呢？可能大家听到这个数据觉得更有趣，全台湾产黑豆的数量也不过才100公吨哦。那所以说我们在地的业者就开始想到说，既然我们的酱油产业有名，那是不是能够回推回来，从本质上、从材料上、源头上去做精进？我现场有看到我们种植黑豆、鼓励复耕黑豆的这个产销班的代表来到现场。这位大哥你好，我请教一下我们的西螺酱油非常有名，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我们的原料黑豆啊，你们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复一起来种？那用外面进口的又便宜，品质也没有差太多啊。你们坚持的理念是什么？咱的主要就是咱台湾人，咱要有根，咱要有根因为咱的原料咱拢甲国外买，万一国外若有一寡问题会安尼造成咱台湾的食安的问题。
所以宁可靠自己这样。对，所以我较早我同我甲拍好一个药师咧出来，就是讲西梨豆油通人知，名声透进国府内。乌豆以前是大陆知，现今自经自种，要家己来，就是讲阮西梨人真正有志气。咱西梨人用咱西梨人种的豆啊，来做出全台湾上界好少只豆油出来。西螺自己在地种黑豆，现在种了多少面积呢？目前种差不多咧2.1甲左右。那产量多少斤？产量，咱若是秋季遐收起来，咱差不多我咧超60吨。60到60公吨啊！哦，那如果像我们西螺的酱叶来讲，我们一年需求是1000公吨，那我们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可以去竞争。那我们自己西螺在地种出来黑豆品质很好。哦，足水的，足光，佫真正好，品质超好。那我们在地的这些酱油商家有采用你们自种黑豆吗？有咯，嘿啊。这都真正支持西梨人。是哈，那我马上时间来请教我们在地这个深耕多年的这个酱油业者哈，这位大哥你好哈，我想要请问哈。我们西螺酱油很有名，那现在西螺做酱油，我们的豆料是有用在地的吗？西螺都目前来讲的话，已经可能有1半以上都用在地的黑豆了。哦，1半以上。那听说这一般就是国产的黑豆市价是比较高一点的成本价。国产的黑豆应该是比进口的黑豆多了30%以上。多了30%，那你为什么愿意吸纳这30%？想成就什么？因为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农地休耕能够复耕，也不要完全靠外国进口，所以我们的系的这些酱工厂就极力的，去做，宁可多花费钱还来做去做的这个工作。哦，谢谢你先请你坐下来哈。所以听起来，其实在地业者跟在地的农民，他们愿意共同合作，有一样高的荣誉感跟认同感，希望可以让这个西螺酱业真的可以延续它过去的100年历史，去做的更多。我们来看到这一张CG来探讨一下说，既然我们的在地产业的第1名就是酱油，那现在延平老街也开始被复建，然后活化起来了，有没有可能把产业跟老街的文化合在一起，变成一种独特的意象？我们来看到现在大概有2方的说法在民间酝酿哦，一种呢是可以把它像是专区化，整条街酱油一条街把它聚集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在地连结，可以做故事的品牌包装，因为品牌很多嘛哈。过去鼎盛时期有30几家，现在剩了10几家，不过这数量还是在全台湾来讲还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可以结合这样优势？像我们讲到的桃园大溪的豆干街、深坑的豆腐街，还有很多的像3义的木雕街，还有那个陶瓷街、莺歌的陶瓷街，这样一乡一特产的情况之下去对全台湾放送我们在地的产业，是需要走这条路呢？还是第2条路是，如果说所有的酱油业者10几家全部移进我们的延平老街，我们有这样的空间吗？会不会造成竞争激烈，而且物产太过单一？不知道在地的看法是怎么样哦？我们现在也开放现场的乡亲，不管是做酱油的业者，还是说在地的居民，你们怎么看？因为其实延平街这一条也还算蛮长的一条，然后如果单就只有酱油这个的话，未免也太过单调，其实可以用。文化在地的文化等等相辅相成起来，搭配做起来比较多元，比较有趣。因为其实酱油是为什么食安风暴大家都会那么注重在酱油？因为酱油延伸出去的副产品，那个实在是数不完。哦，所以它其实也不只是单一卖调味料酱油而已，可能做成酱油冰淇淋，也可以做成卤豆干，各种各样。这是你的一个看法，先谢谢你哈。好像还有其他乡亲要发言了，这位先生。我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说，一个产业在发展，一个社区老街，你真要把它发展呢？对。以西螺来说，酱油绝对足以代表西螺。但是如果单只是一个酱油的话，那可能西螺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会变成大家感受不到，比如说西螺的米食文化，我们的碗粿，像这样子的东西，西螺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卤味，这些都是。那我倒会倾向说，我们比较赞成是它可以很多元化的发展，而不是单一的只有一个酱油的，整条街上都只有酱油。那会很可惜，对西螺来说会很可惜。是，谢谢你意见，我们听到。好，那这是地方意见，我们听到了，不知道何董你怎么看？如果说这个老街在你的手上，慢慢的民间合作的情况之下，可以带动富裕起来。这个酱油老街，一般外界对它的期待是希望一个标的物明显的广告招牌在那边，我知道来到这边买酱油是到你们家就对了。你是希望这样呢，还是可以多元一点？你的看法呢？
日治时期西螺有38家的酱油工厂，even 到现在只剩下13家。那大家知道吗？这13家里面，其实有11家也是围绕在西螺老街附近，周边带。那我们做过调查，在西螺老街上面，其实就是商店种类，那个比较大宗的还是酱油。还是挂的看棒，还是西螺酱油，比较集中在这个区块。但是呢，西螺老街因为也蛮长的，我们不认为说西螺有这么多的文化，其实都可以呈现的，未必只有一个酱油可以发挥。你说这老街很长，现在差不多这10几家夜市，大概只有2成的酱油的经销商是在老街里面哦。还是更多？不止。你觉得现在的这个量就够，已经到达宣传的一个效果啊？当然，我们也还是有一些容纳的空间，但是我不乐见说西螺老街上面只能看到卖酱油。原来是这样。好，先谢谢何董。所以台大的意见还蛮统一的哈。其实他们对这个延平老街它的内容的活化都有自己的想象。我们看到呢。它其实真的很漂亮，走进来，它的年代算是在日治昭和年间。当时在1937年，当时1935年的时候，中部大地震，很多的地方都震坏掉了，都是断壁残垣。所以在日治时期，1937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实施了这个市区改正。市区改正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都市计划或土地重划。当时在全台湾在日治时期做这样的市区改正，大概有74个位置，74个地方。那我们的延平老街算是比较末期的，所以它的艺术风格跟它的年代有关系哦。那市区改正做了之后，对这一条街景有什么好处呢？一般来讲就是它的道路会变成棋盘式的，非常整齐，然后也新设了很完整的排水系统，两边都有它的排水道，人车分道，所以就像我们看到的延平老街那种井然有序的样子。那它的尤其特别是在这个街旁边两旁立面完整而且样式非常美丽的这些洋楼式的建筑，总共有统计下来142间。那本来随着年代的消失久远，它已经倾颓了，已经都快要灭绝没有了。但是呢，现在经过民间跟官方的努力合作，44间立面骑楼已经修复起来了。强调的就是这样的装饰主义。那它的形式也很特别，跟我们客家人的那种伙房式，还有河洛人的那种三合院的那种宽宽大大的不一样。在日治时期，它可能要高度发展，所以它都是又长又狭的一个居住形式，分成3进哦。大概第1进最前面就是做商业空间，到第2进呢就是它的工作区块，到了最里面呢就是居住的形式。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影片旁边的画面都可以看到，它这样狭长型的这样居住形式很有意思，不只是立面精彩，然后里面也很有意思。但像是唐爱讲，可能也冇嘛个清楚，因都在看画面，都大记嘛个基础信息。继续往前走哈，那么我们西沟国小的小朋友在第16栋等我们哦。那等看上去规律的进行，在春运当中指挥的就是侯美菲，因为不抗议的激发，佢表态台北的头路转到家乡什么大兵。也等于咧，佢带等来老老街的老母正好来利用，大家都讲佢係西螺文化的带头者。长期以来，在做老街的活化运动，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家乡自己顾，我不做谁来做？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投入更多的心血去照顾它。西螺老街风的老建筑有众多的故事，老茶庄变做文化馆，屋主看到没吃到当安慰。就是镇长他提议了，我说好啊，那就没有人住啊，就提议给他啊，他说他会帮我们修理呀。前几年就不大满意哈，怎么建那么久？老母的对落落壳壳长到舒适，规律的歌唱同心情，实际落实去做真为ดี。老街路上众多相应的素材，像亚东老婆你聊老婆的英文诗，大父母来嘅下就捞佢打落去，我用日本话来涂鸦英文诗拼出来嘅点名。老条摆嘅插货店。也下变做5公尺式，卖各种各样的米果插入架头。我们推开窗，看见老街跟老屋的故事啊。好。木槽从门背后的素材是黄玉洲设计的，其贴片老婆本等的素材保留下来。现前也得美，无论石鼓也是一代砖呢，都讲出老婆的故事。
那我为了要让这个老屋它的那个红砖重新显现出来，就用这个电动工具用这个钢丝刷磨掉30几颗。这磨的时候整间都是毒灰啦。电动工具这样，一直磨，把那个白色的跟那个什么蓝色的磨掉。所以现在才看到这一面有历史味道的一个红砖面呢。将來到嘅下看到老屋嘅落曲到暗落曲，佢咩是頭睇起很暗嘅愛。唔過就算草壁草到樹通，是嚟當到嘅用程。唔過是講到當時嘅夜灘古場，網友就仲係講到綠綠棍未當風神。他們都以為我瘋了，因為他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所以他們覺得說我把一個房子弄到像垃圾堆一樣。103年的大年初一。我们正式試營運，一些朋友都說：“余昭你開店都沒有開幕嗎？都不用開幕哦。”我說：“不用了，已經來不及開幕了。”所以呢，我就想說：“好吧，永遠都在試營運，5年之後還在試營運，就像人生一樣嘛，每天都在試營運。”另外一間記錄紅嘅鐘樓屋，太麻雜嘅時鐘就掉啲木蛋糕，一片頭擺係賣鐘錶嘅，一下嘅屋主係2公婆，來到老街咪皮到咖啡香。機緣的情況下，我們就買下了這一棟房子。那既然碰到了這一棟號稱西螺老街最美的房子，那它因為真的讓我們很心動，所以呢，我們就下定決心搬過來西螺當在地居民。因為其實在整理老屋的過程，我們覺得如果你沒有進駐在這裡整理的話，是沒有辦法把老屋整理好的。希利林老家老公強下老老屋買下來強下賺，2公婆都知道漲老屋食材當缺。頭拿我起來看那屋蛋糕嘅東行，一片係橙色，一片係所謂笨蛋嘅色，就係認真條蛤蟆長嘅下，上愛老幾粗槍，粗到一半是冇愛粗嘅，將會留下一下2種色嘅用嘅。家頭做得講享受豐富的工業嚟嘅氣味。老屋不見得都全部要擺滿老東西，像老屋也可以很時尚。老街裡面也不見得都要像我們類似像我們這樣子，好像是想要找一個退休生活來。如果有一些年輕人進來，那其實會有不同的火花會產生。無論係採地子體專家鄉大兵，亦係外種人來到26腳。都老點錢嚟當叫嘅西螺老街帶來嘅行卡道嘅發力，看過去老街巷所有嘅東西都係一點讚一點正嘅風景。比照其他的觀光區哦，真的踏進西螺的延平老街，一看就知道它有故事哦。那這樣子，這個保存完善的傳統建築裡面，現在有新的人、新的活動進駐了哈，產生它的不同的內涵哦，這真的很特別。處長，我請教一下，我們看到這個延平老街，它的漂亮哦，是在它的每一棟幾乎都有自己的特色，很少找得到2棟完全一模一樣的建築特色的房子哦。那有小陽台，還有3牆掛着自己的姓氏啊或者堂號，這些點點滴滴特別的地方。我們也好奇是雲林其實也不乏老街吧，挺多老街的。那在我們文化處這邊的了解，我們延平老街它的價值或它的特色，尤其是在跟現在的活化使用上面，你們的心得是什麼？西螺老街它所扮演的這種所謂街道的美學，那大概是在日治時期的中後期那個年代，是，所以它的風格會比較呈現是哪一種類型？它的風格大概就是慢慢的從新古典主義時期要過渡到現代中間的一個叫裝飾藝術風格，叫 Art Deco 的一個時代。那這樣子的藝術風格在現代社會是有價值的嗎？當然。是的，好，那台灣的老街，它有各個不同的所謂老街光譜，所以我們知道像那個新竹的湖口老街啦、大溪老街啦，那個等等的，它的年代都不一樣。那即使在雲林，像斗六老街的年代稍稍早一點，大概早了10來年。那西螺老街，它就扮演在大概在昭和10年、10幾年的時候的那個年代的街道美學跟我們的營建美學，所以不同的老街扮演不同的建築史的光譜。原來是這樣，其實隨着年代過去哈，好像曾經就是沒落過，人去樓空。那在人去樓空的那段時間，文化處看到它了嗎？其實
在地的罗阳文教基金会跟在地的文史团体，他们早就看到他们，看到他了，所以他们在这边已经工作了20年以上。那文化处开始投入，那大约在10年前、9年前，是那我们投入的第一个这种由中央跟地方跟我们的在地的民间团队大家一起共同合作的，叫做区域型文化资产的计划。原来是这样慢慢修复起来的。先谢谢处长。这样处长言下之意，我们听起来，其实民间组织的力量先发先行哈。那何董事长，我请教一下哈，这里老街那么漂亮，其实也是你从小生长、经历、生活的所在哈。那当时在这个经济发展之后，整个产业的中心移到别的地方，西螺镇就没落了。但当时你看到这些将近荒废掉很多的后代，也许都不住在里面，你怎么样说服他们一栋一栋那种庭院深深、门户深锁的这样子的颓瘠老屋，你一栋一栋的在他们的手上把它抢救回来？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先有中央以及县政府帮忙的区域型文化资产的政策，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因为罗阳文教基金会是一群我们在地的居民，大家有心为地方做一点事情而组织成的一个民间社团。那我们旅外的乡亲呢？看到我，因为我是自己人经营的一个社团组织，所以他们也蛮放心的，把他们的自己的所有权的老房子，托付给基金会，让他们拿政府的一些帮忙修复。那修老房子要修多久？难不难修啊？这个时间很难讲，你要看修的严重性。有很多老房子其实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经费去修，比如说我们的罗情卤味那一间是钟继明总经理他个人的经费来修的，他只花了半年多，接近1年的时间来修，但是他的经费非常庞大，花了400-500万。那像我们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馆那一栋，因为它有207坪，所以总共前后修了11年。现在修起来很美轮美奂的，在里面不管办公或者是导览都很有风情。那现在142间里面已经修了44间了，是。那接下来还要继续做吗？我们44间讲的是立面跟骑楼空间，所以内部居住空间还没整呢。内部没有修几间，大概7-8间左右。但是如果寒冬市场的话，我们总共有重新再活化使用的23间，是也是有一点量了。对，这也其实看到目前现在很亮眼的成绩哦，用这样8-9年的时间，很快的把一条将近要走入历史舞台的老街然后抢救回来。不过议员，我请教一下，老街现在显然做了一个开头，但是你要把144间都做好哦。其实我们都讲说文资啊，文化资产有的时候就是烧钱的代名词啊哈。接下来后续要继续做完，你觉得还缺乏哪一些力量，缺乏哪一些资源？我想经费的来源当然是最重要的了哈。过去能够修这44间的立面哈，也都助于很多的机关包括我们的经济部商业司观光局营建署，还有我们县政府各方面的力量来帮忙。就是因为每一次的经费都不多，所以我们就分次分批，总共做了7批，7批来做现在的修复44间，所以经费还是最主要的来源了，最主要原因啦。所以一栋房子没有办法一条钱就全部修到好，要自己去办活动找钱，或者是跟中央申请经费来一一的修缮。是。你们的目标是要把142间全部修起来吗？很难全部修起来，因为每一个房子它的使用所有权人那个关系都不一样有些是没有那个意愿的。那么不过我们有修了这44间之后呢，那还有陆续有些居民愿意把他的那个立面提供出来修复这样子。是，好，先谢谢议员这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把它修整好以后，恢复它以前过去那种美丽的外观。不止之外呢，他们活化老街还真的是把钱找进来，把人也找进来，透过产业或者透过文化创意，让整条街像打亮灯一样活过来。那魏然委员，我也请教一下，其实你一直很关心我们云林在地，我们云林不只是农业大县，文化遗产古迹历史建筑也是相当多那这延平老街，我们现在看到它有目共睹的成绩了啦但是接下来好像光是靠这个屋主或者民间组织，他们不断的去谋合沟通来做之外，外部的这些资源显然相当重要过去你又针对这部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其实老街它的在整个发展过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创造这条老街？
这条老街是不是因为只是当时在创造西螺的风华过程里面而建造老街？它这中间有没有经过拓宽？它这中间有没有经过修护？它这个中间有没有经过在做怎样的一个变动？就跟我们现在要重新赋予这个老街的生命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一触就成。好，就像有人先来好像开垦。然后再来有人来予以投入更多的想法、规划人力、财力进驻，那只靠政府，我想也不够。今天如果说没有在地的美丽的女儿愿意回来，没有新的移民愿意来认同这个地方，那我想这个老街要去可以再展现到风华，那它的距离可能会更远。那当然，我们当一个民意代表，那基本上看到这么多人愿意投入在这个地方，然后要让这个地方的风华再现，那我们当然会要督促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要有更大的魄力，然后要有更多的资源，然后编列更高的经费来予以赋予这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让这条老街的功力也好，生命力也好，可以再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出来。原来是这样，非常谢谢委员的一席话哈。其实这个延平老街活化相当有价值，不过它可能真的不是一触可及，要慢慢累续。重要的是在它永续的力量。那刚刚委员还有我们的来宾都提到一个重点，其实除了外部的经费资源之外，在地的认同感重不重要？在地的荣誉心有没有支撑这件事情可以永续做下去？那现在修复的这44个骑楼店面哈，当然内部还要继续努力再来修。但是有的已经被承租也好，甚至被买下来，他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了，买下来自己经营哦，然后也有用这个修缮费，鼓励用自己来修缮，然后来抵用租金，就是要让这个地方修复起来之后，不是空在那里当成一个装饰品，真正有人在其间活动，产生新的意义跟连结。那现在我可不可以也请到这样的见证者来现身说法？你怎么会选择进入到老屋来修缮？修缮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事？那现在做好了，感受又如何？我们请这位先生。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什么？那房子可是70、80年的老房子哎。当你准备动手的时候，看到老屋里面长这样子，你会相当的有感觉。完全断壁残垣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它已经空了好几十年都没有人在用，你会很有感觉。这个感觉呢，不只是内心的感觉，你还会感觉到你必须要烧钱，真的要烧钱。这一间老屋总共花了我们前后大概400-500万的经费，跑不掉。整修完了以后，让我们大家各位观众朋友看到哦，开始它有一种古朴之风，还有思古之幽情都出来了。它其实会有很多很有味道的地方哦，像我这一个部分特别把它像这样子保留啊，这种它是芦苇梗早期的建筑。然后去和米糠、泥浆，然后去上浆，然后把它像现在用水泥不一样，我们以前那种时候可能不用钢筋，都是用那种木头。横梁都是，所以你特意留一扇这样历史之窗，让大家看到原来的原建筑是这么淳朴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保存。其实老街的价值就是在保存，你不把它保存，你只是看这样子，可能没有什么感觉。那你看到很多以后，你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动。所以在修缮过程中挺辛苦，也花了不少的钱，烧了很多的心力。但是现在已经修缮好，在里面经营，在里面生活、工作，感受是。就很感动啊，尤其是当你看到客人进来的时候，你如果看到今天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朋友跟他讲说，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以前那个你阿嬷家里的房子以前也是这样子，但是他只能诉说着以前，他已经没有屋子可以看了，来到这边他还可以看得到，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不只是卖商品，历史的活教材就在这边了哈。好，先谢谢你的动人分享哦。像这样的成功的老屋活化的案例，可不可以从点扩成线，再变成面，让西螺的延平老街，包括我们的核心地带东市场，这整个的重塑起来，让大家看到台湾人的历史，让大家看到这个历史其实并没有消失遗忘。你先谢看下，杨碧哥导准咧，继续咧讨论，就基本你留言个现充哦，来个东西充，这个做法，很很让你个延平老街强容哦。你先看一下。
个转到出面台会界讨论现场，你根本呢系来到云林西路进哦，来探讨了解路界发法。我们讲到，其实很多的传统聚落的衍生发展哦，有2大很重要的心脏地带，一个呢就是市场，一个呢就是戏院。那我们呢西螺镇有我们的东市场，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地方，那还有一个西螺大戏院。西螺大戏院等待修整，不过我们的东市场已经做好了哦。东市场已经不像过去专门是纯粹卖菜、卖肉、卖鱼的传统市场，它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化艺术走廊，太神奇了。你跳过2篇，看下去看。小时候我们随便一个空地，孩子就可以搭建，就有丝瓜，就可以直接采下来吃。对，那我那时候并不晓得丝瓜络这么漂亮，是因为在回乡，那无意间发现它这个纤维纹理的美，才开始着手要创作。吹瓜布有吉祥的吉青地，可能咪系认真缘分啦。王秀宁对台北来到西螺，正确来讲应该是转到故乡来。其实有在地的一个情感，这边是比较慢活的，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这边的话，它鼓励文创，所以我们的店租你很难想象的一个优惠，这样才3000块，所以对我们创作者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当地嘅租金本开店嘅门槛广大嘅同多，本但用来洗碗嘅吹瓜布，经过处理过后，拆开来变做电草，看起来吃到一小暖。西螺路嘅空嘅董事长，2012年正好重新开张过后，就变作为文创实习。挖西瓜、挖豆油，马下一笔一笔挖出家乡嘅特色，每一套一套连接起自家老眼乡嘅关系。很偶然就是发现自己是那个朝阳客隐藏版的客家人，然后回来开店之后啊，我第一个想要做的文创的东西就是招安客，然后开口诗，因为它很特别，它跟闽南诗完全不一样。开口诗它的牙齿是平板牙，它没有獠牙。有见来见到抢夹到抢用嘅店面，始终的董事长路建做糯米丝，想夹到种来故乡。东市场。它是整个整修过，然后变得很漂亮。我因为很喜欢这个房子，如果说它是盖成大楼，我可能不会喜欢。一片变做大家实现梦想嘅素材，不过一片实现梦想，生发爱国，都市未爱顾好来。我就觉得宣传还不够，商机的话就还没有达到我们要的。既然如果说你要在这边的话，那多少也要有一点商机嘛。特色路界都差唔多，平常时我冇乜嘅游客，拜六礼拜是只假日。如果青多年，也个文创市集吼，本来如果唔係講逐日如果各有生意嘅。一條小店家始終啲路嘅附近呢，對生存對經營想法都冇強用，其他嘅店家呢，一條有遇到嘅乜嘅問題。當用心嘅啲做日料理，西班牙料理泰式鹽家片，啲路嘅都可以傳糖。沙拉、燉飯、食香味都有。每個料理入嚟過後，路嘅就行卡有當然嘅氣氛。路嘅烘嘅西班牙傳糖，見呀見醬，西傳糖數到大家見來見到天天。不過有到對開店都一下，一切都有嘅問題，都一下是很忙解決。從第一天開店到現在，我就一直在努力的想把營業登記能夠申請下來。那現在問題卡在就是屋主沒有辦法給我就是縣政府跟我要求的證件嘛，那可能也就是因為屋主第一代的屋主到現在繼承人已經有3、4代了，他們沒有就是合法的再去做繼承啊，去做登記，所以沒有辦法給我房屋使用權。那我沒有房屋使用權的話，就沒有辦法拿到營業登記。我是老闆來講的話，對我是個很大的困擾，因為等於是一家黑店。開店到店，現正屋主嘅土地所有權，還係有爭議。沙旦引起入來嘅入閘經營項嘅問題，也關高位輕輕。行家路嘅發發過後，督導嘅情形做得有答案冇？大家頭茫茫嘅，等等咧。唔係假使講個發展，會面臨到人來如會亂，體實如會多。日本人哋一採鐵嘅店家來講嗬，採鐵嘅西螺人來講，有咩嘢？他跟人共同嚟決定講，到底你帶來人潮，
带来钱财，迄唔维持到也目前安尼步调，我感觉到够好，也当然要睇緊原來嘅天啦。真紧动特别哦，应该来春同喜从球胖胖哦，又卖买买妞。不过这里的这个东市场却是一个文艺走廊，卖的呢是文化创意，卖的是满眼的绿意哦，真的很。其实我们讲到这个东市场哦，过去在日本时代，1935年的时候，它还是用那个竹管搭起来的那种非常简陋的一个小市集。不过那时候因为南来北往，所有的货品啊，还有商旅都在集货中心就在这边，所以相当发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民国50年代初期左右的东市场的它一种繁盛的店家的情况哦。那当然看到在早期的传统东市场，确实就像传统市场是卖一卖肉，看到各种干妈店啦、杂货店、米店、干洗店，还有看到鱼菜肉店都有很多。那现在这个看到这个榕树所在地，这个绿地的地方，这个广场就是我们今天录影的现场。那时空意义哈，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地方东市场，它在定位上的经过了一番的论战论辩，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现在确定了它是这种文艺走廊的形式哈。那我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萧议员，其实哈东市场的这个繁盛、没落跟再起。你是跟像我们何董事长一路走过来看过来哈，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东市场现在走到这个位置，是经过什么样的努力？那现在这个定位走向文创性的定位，是你们追求的吗？是，目前变成一个文创市集哈，是因为我们的硬体的修缮以后哈，当然一定要商家来进驻，把它活化，才注入它一个生命。但要注入什么东西？对，那我们经过思考。好，因为我们延平老街它有一个比较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认为说，过去卖鱼卖肉哈，实在是不适宜在这个我们修建好再让它进驻回来，不想维持传统的用途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坚持说，让引进这个文创市集。好，然后我们经过所有的商家进来都经过我们的挑选，还要评分。才可以进来这样。这样子哦，其实像萧议员讲到，我们这里是文创市集，有做彩绘明信片，然后有手工菜瓜布，然后自己做的木雕工艺品、竹编工艺品，这真的很不像传统的市场哦，它琳琅满目，有很多很特殊的这样的文艺的作品在里面。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西螺镇公所今天的课长代表哦，其实，在东市场，既然在西螺镇它的文化历史的渊源上有那么重要的定位，你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不做传统用途，反而做成文艺市廊走的一种文艺走廊的形式啦。那我们好奇是怎么样？这个定位定向了之后，它现在营运的状况是符合当时你们的理想，是的确很好的吗？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在地的年轻人，尤其我们从100年到现在经营到现在，每个过年我们办个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在地的年轻人说啊，我们西螺越来越不一样了。西螺是他们可以愿意告诉外地的朋友说，我们西螺很棒。然后甚至说很多年轻人很想再回来，甚至很多人会再打电话到公所来问说，请问一下东市场还有没有？他们是年轻人，他们想要来创业，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这样子？所以现在目前执行的过程中，慢慢开始起来，它也蛮兴盛的哈。某种程度来讲，达到我们的文化需求的追求是有的哈。对，好，先谢谢科长，我接着会再请教你。那我想请问一下，在地现场有很多就是在我们东市场做这种很特殊、很有文化风情小生意店的业者哦。那我们想问一下，当时进来哈，选择做你喜欢的事情，那有文化、有商机吗？商机可以支撑你们在这个文化上的考验吗？可以举手发言一下吗？我们先请这位大哥。那时候来这边，这很多同事都跟我讲说，你到那边去没有用了，那个发展不起来的。我说我做给你们看，我们来这里是有使命感的。原来是我们也想把我们的东市场发扬光大，甚至于说能把邻近的那个。就是商店能把它连接起来，一个一个找回来，带动起来哈。没错。刚刚那个历史街区那边讲说，我去做，我疯了吗？对你来讲说，我也要拼着一种拼搏的勇气哈。是，好，谢谢。所以我很希望说，来我们东市场这里的店家能更努力的来开店，让游客来有东西看。好，谢谢。有东西看，那其他的店家的业者是不是有不一样的看法呢？内容广播吼，也分工个深度吼。我只愈专心做作品，我愈认真做我作品。更加全世界潮流吼，迄环保、生态，安尼潮流底下吼，我感觉到我更加推广个做工艺品吼，动好诶，任务
亲婶婶呐。该线上该抢门哈，你观察来我们东市场的课程是怎么样子的呢？那他们来电率高不高？能不能支持你们做这样的公益创作呢？我来外啊做个点的人客吼，大部分都是非留客嗰度。非留客？表示讲吼，我哋亲认真喺推广，我任务都是用我后班3年吼，认真来推广，希望全国民众吼，家家户户在100宗师都做工艺品，睇户卡地位，多少要用到也做工艺品，总比用数位做嘅东西啊吼。玩过环保啊！是好，非常感谢来线上给分享哦。这位先生讲到，其实他店里面的客人是来了1次，还要来第2次，还要来第3次，来了又来。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东市场它的内涵底蕴跟其他市场不同，而这样子底蕴可以成功吸引到人。还有没有其他也是业者可以分享？这位小姐你好。我要分享的是，我是从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招商的时候就已经先进驻在这里面，也是第一批的先住民啊，也不算是第一批，就是。试用的，因为当时啊，我还蛮幸运的，因为也就是遇到那个镇长，他就蛮重视文化的。然后我之前就是画布袋戏，然后每一年都会在国际游戏节里面展出，所以那个刘那个处长，对文化处长，他也很知道我做的那个，那我会在这个地方。这一间就是我的工作室嘛，那我会在这间，就是因为我之前里面所画的那个内容里面的布袋戏，就是我们云林的主要的一个就代表性的文化嘛。其实彰显在地特色是这里的店家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对，好，先谢谢你这位小姐。那么何董事长，其实听起来从心脏地带东市场的发展，跟这个我们延平老街，它自己在结构上的整体串联，如果说东市场可以成功。延平老街的活化也指日可待，这中间是有联系关系吗？从你们在地方一直努力的这样耕耘运作，现在的东市长跟未来的延平老街这整个区段的活化，你们找到的定位跟要去实践的方法？我们走遍台湾很多的老街去看，大家各有各的风格，所以那时候经常我在跟别人讲一句话：万一东市场重新再打开的每一个店面都来卖衣服呢？它是不是会变成台北的5分埔？如果全部都来卖豆干呢？它会不会有大溪老街的感觉？因为这样，我们决定说要走出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风格出来。所以那时候跟县政府还有我们前镇长一直在商量，有没有可能这样小小的一家店面里面，我们要产生怎么样的能量？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经济的收入，才有办法维持一个小小店面里面的这个存活。所以想的比较符合现在的流行的文创产业。那现在算开花结果了呢，是才会有文创市集的出现。那时候的整个考量是这样。所以其实说文化故事，不是代表就是要很贫瘠的说，也能够带有高收益的说。委员。其实我们知道西螺镇过去也是我们中部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市集的货贸中心。那我们的发展从东北角一直慢慢的转移到西南角去了。现在西螺的国菜市场那是全国最大的，可是那我们东市场也不能就此没落啊。现在的这个成绩上哦，你觉得说在这个定位上还有未来怎么样再去冲高它的这个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名气？老街、老厝还有老街路，它其实有相当的一个内涵，它其实也有相当一个功力。当人们当原住户，当新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他看到它的内涵，看到它的整个过程里面，他可能有那个连结，有那个触及，然后就会让它慢慢去形成。那在形成过程里面，一定也会面对到很多挑战。那今天东市场已经保存下来，修复完成，重组再生，东山再起。至于它的里面的内容，是不是陈何董事长讲说，那个大哥3天赚20几万，那个美丽的小姐1天赚的是2万。我想这个不是，就我个人来讲，抱歉，这不是一个重点，不是要追求的目标，这不是一个重点。当一个文创产业，当一条老街，当一个老厝，我想世界很多的国家了哈，有那个一个建筑破烂不堪，但是他们政府去跟他重视。不过为什么要重视？因为那里面住一个伟人，他只因为住一个伟人。就很多人去朝圣，就很多人去看待它，那整个带动它整个地方的繁荣。那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针对东市场、针对老街、针对这些老厝用心的这些人，他可能100年之后每一个都是伟人，
我讲真的哈，那所以今天老街，刚才一个钟先生在电视上特别讲到，人生就是试营运嘛。那董事长何况不是一个试营运的状态？他可能5年一个周期，10年一个周期，甚至100年都是一个周期。今天最起码东市场保住了，东市场的生命已经东山再起。我想我们未来的那个可塑性，未来的理想，未来的目标，未来的发展，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都可以共同来努力。这个文化的魅力要延续，对这个城市的生命是绝对有注意。可是我们延续得下去吗？有没有问题？现在用租的或者用买的，包括我们东市场或者是我们的延平老街，在经营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碰到的瓶颈？借着今天的场合机会，一并提出来讨论的。我们先请这位先生。我们当然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是继续承租、继续经营嘛，对不对？但是这中间还有太多的变数啊，你可能也必须考量屋主的想法，对不对？也有可能我们今天老街如果做起来了以后，或者是说他可能要承租给其他人，也不一定啊。你有跟屋主沟通过吗？一开始我们本来谈的就是希望前6年是不用租金，由我们来负担修缮嘛。那当然希望后面我们可以继续来承租嘛，对，但这个还是得看屋主啊。那在跟屋主之间沟通过程中，我们罗阳在地的基金会能够居中协调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当然，需要多帮忙哦。对，还有其他的业者能够跟我们分享，实际经营上还有一些什么要建议的地方吗？可以举手的，没有问题。这位先生，我们有在推，我们官网有在推动，就是你来西螺小镇，我们做一个观光导览。不止在官网，还有手册上面都有。那看到今天这样，我很惭愧，我们居然没有把东市场排进去。那今天也是觉得说，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其实我们互相帮忙。那我们未来也在我们我们自己本身推出的观光导览手册跟官网上面，我们会把东市场再加进去。也麻烦各位可能到时候采访你们的时候，配合我们一下，所以你们真的是不光只是做产业文化，一定要加进来，这是互相优势相乘的结果呢。其实我是觉得大家互相帮忙，这样才能更做大。好的，谢谢你。谢谢。在地的认同感可以牵系团结的心，还有没有其他业者也可以分享的意见，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想法可以提出来的？你好。大家好，我很感谢这个在地的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跟舞台，然后把我们都聚集在这边。那我们可以做大家喜欢兴趣的一个创作。那我进来这边刚好3年，那我的体验是，这边的游客是来自北中南，那他们都会介绍他的家人，带他的朋友来，所以我们这边的回流率是很高，口耳相传来的呢。那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边的老街跟其他的老街是不一样的。对，我们除了说有文创加入，还有我们主要是我们这边的人，真的是特别的亲切。对，特别的热忱。东市场也很别具特色，这点也是吸引他们。是，所以我很乐意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常来。好，谢谢你，谢谢。你整理到听到业者的意见，觉得这里是前景可图，可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也可以说说在地故事，让整个台湾的这个文化素养可以逐渐的提升。但是在经营上，综合到刚刚这位先生讲的，他用租的，他投注了心血，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租，未定之天。刚刚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在这个所有权上，因为这些老建筑有很多都是共同持分，不是只有一个人所持有，所以他也拿不出这个证明。所以没有证明的话，这些承租的商家或者是文创市集的小品的小店，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怎么盈利事业登记喽，或者相关再进一步比较可长可久的永续的经营的一个利基点，这难道不是问题吗？何董事长，其实您一定很了解吧？一般来讲哈，像当初罗清卤味那个房子，它已经20几年没有使用，我们能够用得到里面的，也大部分都是房子状况非常差的房子才用得到。那他其实屋主拿回去的这个几率不是很高，其实出租的意愿是高的。出租意愿是高的，他拿回去的意愿不是很高。那接下来大概就要讲租金啦，因为一开始包括黄玉昭的那个房子，我们帮他跟屋主谈的都是用修复经费抵租金。那一个期限到了以后，你当然要重新谈条件。那老街上面最好的一个状况，老房子重新再使用的是像钟楼咖啡，他们整家迁移到西螺来，重新修了房子，在这边跟我们生活，在这里营运那个房子，买下那个产权。对，那最差的是他的旁边的有某一个企业老板，他大概在100年的时候就买了2间，可是关门关到现在也没有使用。
那其实它影响了我们的发展。如果那位老板看到这个节目的话，麻烦你大概要来开店一下，因为我们无所适从啊。如果每一个人都到西螺来投资房地产，然后就摆在那里不用的时候，那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发展。是房子不用，旧得快，坏得快，跟人也有距离感。那处长，现在我们这么珍贵的一个历史街区，我们的东市场也好，我们的延平老街也好，是历史建物，现在有可以活化利用，很赞。可是受限于它的历史成因，就有那么多法规的限制要突破。刚刚相信问题你也都听到了。我想，我建议有2种方法可以去进行。第一种方法是，它如果本身不是历史建筑的话，它就循我们去补建筑执照跟使用执照的方法。它虽然有点烦，可是是可以做的。那第2种方法是，它可以登录历史建筑。如果它本身还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没有被受到严重的破坏的话，那登录历史建筑它的使用许可制是由文化处来发给。好，谢谢。那议员，最后时间我们想请到其实一路看着东市场，看着我们的延平老街走出来，这对台湾来讲的文化资产的保存是一个相当亮眼的例子那接下来其实大家的我们感觉到在地现场凝聚力是够的。那接下来做的东西，永续的力量，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条件。那包括我们地方政府这边，还有委员也会在中央尽力的争取，跟民间的合作都是上下一心。延平老街其实也不止这仅仅的300公尺而已。事实上，我们整备了有1公里长，差不多1000公尺这个街道都已经有环境都已经整备好了。那么接着我们就是说，还需要做的是，就是把目前的这300公尺这个延平老街东市场这一块呢，再往西边推，扩展出去。对，因为在我们这里不要做很多吃的东西。那我们西螺也很著名的湖心宫湖心宫前面有一个中央市场，我想下阶段的工作就是把延伸出去，中央市场可以做一个美食的广场那配合湖心宫，那么在整个配合西螺大的整个区块一起把它活络起来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在老街上有一些新盖的房子那么新盖的房子我们希望已经有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们延平路这边有一个原来是新的房子，可是我们又旧的建筑元素把它修复了，把它更改了所以要来配合整个老街的不要说那个景观上的差异性太大。所以你说到，其实现在西螺正因为它发展的关系，它现在是新旧参半，在整个街区那现在有很多霓虹灯，有很多扛棒所以其实大家的力量还有大家的一样的共识，就是希望这个复古的色彩可以慢慢的拓展，把它素质提升起来。对，至少整个老街的建筑元素给它一致性这样子，不要有很唐突的一个现代的这贴瓷砖那种房子这样子。是，所以在议会的立场跟我们的县政府的立场其实还蛮一致的那委员这边也会在中央的努力，那当然我们民间的力量会持续进驻。对，这其实听起来这个前景很美好我们谢谢议员，谢谢我们的来宾。其实讲到了解西螺解染品路解很真紧做在变做一个示范窗不大家都看到，其实按用法路解的方式是成功的，是做会得的。因为大家也期待因为台湾解文化历史真紧是非常安详，希望这真紧做在按用开发结果，都本大家都看到，也做到冲冲救救。基本嘅讨论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也感谢大家收看，你再会。谢谢大家。